一本百幾年前教外國人認 ABCDEFG 嘅字母書 H 竟然係 For Hong Kong。當時係1890年，仲係清朝嘅時候啦，正正反映咗喺外國人眼中當時嘅香港究竟係點樣呢？我哋會由第一本介紹香港嘅旅遊書講起，當時嘅香港有咩玩？呢一個景點呢，百幾年前已經有㗎啦，呢一個係。到30年代，香港又成為媲美法國度假天堂嘅東方李維耶啦，又或者係 Sporting Paradise。今集旅遊指引，我哋會出海揾埋當年有份構成外國人對於香港想像嘅避風塘、搖櫓嘅水上人，由第一本旅遊書開始講起嘅香港旅遊印象。Judas， 咁我哋依家就喺香港仔嘅避風塘啦，應該30年代已經話係香港十景之一嚟㗎啦。呢一度係好中意嚟呢一度睇嗰啲水上人家生活啊，或者係以前已經係有啲海上皇宮，尤其是可能蘇絲黃出咗嚟之後，就啲人對可能舢板係一個好經典嘅印象。我哋依家就上去揾一個以前住喺住家艇嘅一個水上人，然後又會做搖櫓。即係成日會出現喺啲旅遊書入面嗰啲女仔咧，撐住船嗰啲女仔。Judas 曾經係一間專賣香港舊相同海報嘅 gallery， 從事超過10年嘅管理同策展工作，仲自己出過一啲關於香港印象嘅小誌，非常熟悉外國人眼中嘅香港係點喺唔同年代經典嘅相同海報入邊構成。如果你喺網上翻查翻一啲圖庫啦，係關於香港嘅旅遊海報啦，可能我哋叫 Sampan Girl， 戴住漁夫帽啊，影一張 portrait 啊，咁嗰個就係宣傳香港嘅旅遊㗎啦。我哋依家去揾嘅萍姐喺60、70年代就係其中一位活躍嘅Sampan Girl 舢板女。佢應該係佢老公嚟嗰個，係會壓開個。不過依家呢個亭咧，佢暫停咗運作啊，即係淨係俾可能啲舢板上落客咁樣。都好靚喎！早晨，萍姐。Hello。我哋行過嚟啦。好啊。萍姐佈置得隻船好靚喎。我淨係揸呢隻船都46年。好似觀光船嗰啲揸船嘅都係女仔多。係啊，男性啊點會揸呢啲船咧？揾得幾多？做啲粗重嘅出去攞魚嗰啲揾到錢。你住咗喺度幾多年啊？咁樣？我22歲又結婚，我而家74歲。實不咧，我上咗我冇2年嘅，因為我生完個大仔咧，我又翻落船。我呢隻都係住㗎，呢隻叫做豪艇㗎啦，因為咁大隻，你一個人又住又煮廳房廁所乜都係一個位置㗎啦。呢一隻 size 嘅船其實係住幾多個人㗎？譬如我媽咪同我爸爸有4兄弟姊妹，包埋2個6個就住6個㗎啦。哇！呢度收埋有啲乜嘢啊？萍姐係好多嘢你睇下，你想煲咩都有啊。佢濕茶都有喎。唔怪得頭先我 feel 到 pat pat 慶合合。木耳山楂紅棗。瞓覺嗰啲枕頭被鋪嗰啲咧？以前咧就擺晒落櫃㗎。咁你哋沖涼點算啊？冚低晒喺度，喺前面嘅，前面有去水啊嘛。室外區、室內區。係啦。香港仔避風塘因為以前聚集成千上萬條船，所以喺30年代佢嘅漁家風味已經係香港十景之一。到50年代，電影《蘇絲黃的世界》更加向西方世界奠定香港印象就係水上人家，所以佢哋當時嘅行程就會先去搭舢板去海鮮坊，然後再去睇水上人嘅海上村落。我第一份自己嘅生意咧就係做舢板旅遊㗎啦。M1001A、M1002A 咧都係我嘅名出嘅，即係頭1、2隻嗰啲合法嘅載客舢板。我所知嘅我嘅高峰時期咧超過40隻，一日係會有超過3000人落艇嘅，而枕住1、2千人咧係好平常嘅事。全部都係白色皮膚、金頭髮嗰啲啦，就係睇住啲人搖櫓送佢去海鮮房。當時拍嗰2隻海鮮房咧，後邊咧就係一條漁村，所謂話住家艇嘅漁村。大概有2、3行到啦。以前一條巷點解會咁中意入去睇咧？啲外國人咧就抌啲錢落去，啲人咪未落去攞錢嘅，又攞個樓梯啊、金梳咁啊。咩金梳啊？佢哋金梳咧就等於問佢哋攞錢，鬼佬又識聽嘅喎，金梳，咁佢咪抌啲錢落個魚網度啦。有時佢撒啲錢落海。咁
咁佢咪未落去啦。呢度係道仔頭啦，咁我哋通常咧係呢兩條巷多㗎。如果旅遊咧，一定係由呢度同隔離條巷，因為最多細路仔。水上人都 OK 咁樣俾人望㗎啦。俾，因為有錢啊嘛，你係遊客啊嘛。從來水上人咧喺香港主流社會咧係某種形式嘅賤民。佢因為佢哋上街係冇着鞋，着住唐裝衫，冇受過教育，戴住頂帽。嗰陣時咧係俾外上人咧就叫做大懵佬。喺個破舊嘅住家艇上面，啲老人家仲係斬柴去煲飯。嗰啲細路仔用條繩綁住喺個甲板邊爬下爬下。你想象到冇電，要點火水燈、斬木柴，水要埋街喉攞，搖老艇仔送翻上去。外國遊客係只係留戀於明信片上面嘅三朝圍帆船嘅啫，佢哋最希望咧就睇到呢啲嘢。仲有荷里活嗰啲名片《生死戀》同埋《蘇斯黃的世界》，佢哋有呢方面嘅印象㗎嘛，咁佢咪睇翻，希望睇得翻戲裏面有嘅嘢咯。你有冇睇過嗰套蘇斯黃？係啊，全部攞我哋做背景就講咩咧？講我哋啲女仔水上人咧，有啲為咗上岸唔想咁辛苦跟人埋岸，嗰啲人咧就多數係美國人。之前係咪話就係因為搖得老多，所以可能啲水上女仔都特別好睇咁樣咧？係啊，因為日日都係做運動，我成日聽到以前講36、24、36啊，好好抱㗎咁。初時我唔知點解喎，原來佢形容我哋啲新人36胸、24腰、pat pat 36，我哋要用力咁搖啊嘛，有罩啊嘛，日日食3碗飯都唔肥㗎。即係嗰陣有好多遊客就係睇中咗啲搖橹嘅水上人。梗係啦，因為純啊嘛，咁跟住咧就帶佢翻美國，咁你啲人好嚮往㗎。對你嚟講，會唔會覺得仲有遊客嚟，但係都已經唔係同以前嗰個年代咁樣玩法？唔同啊！以前個年代好少影相，只係睇我哋嘅生活環境點樣喺水上生活嘅啫。但係而家啲遊客嚟到咧，你主要教佢喺船頭擺個 pose，影到啲相好靚，佢已經係好滿足。你哋就係景點本身。係啦，冇錯。因為蘇斯黃嘅世界而令到好多外國人都對香港好奇，而原來畫呢套電影海報嘅畫家都係構成香港印象嘅重要元素。其實香港咧或者華人咧都有畫家非常之出名，咁就係當傾文曾景物。佢其實係美籍華人嚟嘅，當時佢嘅畫作咧亦都有俾 Association 咧係應用喺60年代嘅海報。咁呢一本咧就係佢幫香港出嘅一本介紹香港嘅旅遊小冊子，封面咧就係佢畫嘅以香港尖沙咀望向港島區嘅一個畫去做封面啦。Kelvin 係一個專儲旅遊主題嘅收藏家，佢嘅藏品深入度拍得住博物館級數。睇佢嘅收藏就可以了解到百幾年以嚟香港俾遊客嘅印象係點。一個收藏就係嚟自一本1890年代出嘅一本書，係俾小朋友睇嘅，即係 ABCD 介紹唔同國家，而 H就係用咗香港嚟代替。呢個插圖其實亦都正反映咗特徵咁樣。冇錯啦，呢本書叫做 Children's Paradise， 喺倫敦出版嘅。我諗係開埠大概40幾年、50年間，其實香港都佔咗成個世界嘅一個都有一部分嘅。冇錯，即係知名度咁樣。而1890呢個年代出咗最可能係第一本嘅香港旅遊書。其實最早嘅一本香港旅遊書就1893年啦，咁係 Kelly and Walsh 出版嘅 Handbook to Hong Kong。百幾年前咧已經有人會經香港可能旅遊或者經商啦，佢哋都需要一啲簡單嘅指南。Kelly and Walsh 咧其實本身都已經喺香港有出版社，亦都有做一啲唔同嘅介紹關於香港同中國甚至東南亞嘅地區。第一次咁樣上車，佢係咪可以拍上嚟㗎？係，即係佢係手動泊車嘅喎。哇！上車上車，哇！好跣啊！嗰本旅遊書咧，佢第一個推介嘅地方咧就係話推介人哋搭纜車上太平山。第一本旅遊書 Handbook to Hong Kong 嘅話，坐頭等都好抵啊，就係需要5毫子啊，一個咕喱都係得6毫子人工一日。
即係就差唔多用咗一日嘅人工嚟搭嗰個頭等嘅纜車車廂。但係咧，因為嗰本 Handbook to Hong Kong 個 target audience 係啲有錢外國人啊嘛。原來1930幾年嘅時候咧，胡適係有嚟過香港，佢第一印象由船泊埋岸，見到個山上面咧，即係嗰個燈光閃閃咧，咁佢就會覺得哇，香港嘅風景係真係一絕，點解嗰陣時冇人介紹嘅咧？1893年，A Handbook to Hong Kong 內容涵蓋香港嘅地理位置、氣候特色，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強調大英帝國點樣將荒蕪嘅遠東地方發展成先進嘅亞洲樞紐，所以佢介紹嘅旅遊路線都係參觀歐洲建築同埋山水風光，仲有滿足西方遊客對東方主義嘅好奇心。書入邊第一條推介嘅路線唔意外，就係搭纜車上山頂。我哋啱啱喺百家道呢個位落咗車啦。咁以前嗰個交通方式咧，住山頂嗰啲人係點樣嘅咧？可能喺山下面搭纜車上嚟啦，之後咧會有人力車或者係嗰啲轎夫載佢去佢哋個屋企嗰度嘅。好多嗰啲人力轎嘅轎夫啊，或者車夫咧就會喺度等或者係休息咁樣咯，係俾佢哋。如果喺30年代嘅話，嚟香港咧，通常都係經商啦，又或者係經香港落一落腳，然後再轉去歐洲或者美國嘅一啲輪船嘅乘客啦，特別係水手嚟到香港，佢哋好中意都會喺香港留營咁樣，所以呢啲小冊子都會有介紹影樓究竟係邊個位置，同埋香港始終都比較濕熱，嚟到香港最緊要就係知道邊度有藥房可以買藥啦。上嚟太平山睇風景之後，佢行翻落山係行水塘嗰邊啦，仲會去跑馬地嗰邊教人哋騎馬嘅，係好有特色嘅，叫 China Pony。好睇到其實佢係真係俾啲有錢人去睇嘅啦，呢一個旅遊書。咁我哋依家就喺山頂嘅纜車站啦，第一本旅遊書即係 Handbook to Hong Kong 啦，跟住佢介紹嘅第一個路線咧，其實就係叫人哋上嚟呢一個太平山睇風景咁樣咯。本書入面佢有講到其中一個好神秘嘅地方，就叫做 Umbrella Seat 啊。我 research 過咗100幾年之後都仲喺度，但係呢一個景點咧，竟然係其實係一個可能依家你唔係好特別覺得係景點嘅地方。見到啦，即係前面嗰個，其實真係睇落勁普通，但係100幾年前已經有㗎啦。呢一個係我懷疑係有改裝過嘅。但係呢個位應該係有一啲觀景嘅特色，所以佢嗰陣時就覺得你一定要嚟呢一個位，而唔係望其他位。呢個座位由太平山東部嘅山脊形成狹窄嘅馬鞍形地形，跟住可以飽覽兩側壯麗嘅景色。一邊咧就係海港同埋大陸嘅廣闊美景啦。我唔明點樣睇到大陸喎，但係呢度我懷疑佢講嘅 mainland 啊，係界限街啊，即係因為遊客佢哋未必去到過咗界限街嘅地方，即係新界就係 mainland啊，我估佢係。跟住佢就話遊客唔單止會俾呢個廣闊嘅風景吸引，當睇到呢個蒸汽船同埋帆船喺四面八方駛向呢個海港嗰陣咧，信號站就會發出信號，係英國、法國、美國定係德國嘅郵輪咁樣啦。即係其實喺100幾年前嘅旅遊書已經係講緊呢一度係個好繁忙嘅海港咁樣咯，係。咁30年代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其實當時啟德機場第一班嘅商用航班 Imperial Airways 嚟香港開始飛香港呢個站，咁所以旅客嘅模式由一個坐船嚟嘅模式，慢慢轉咗搭飛機模式。咁嚟香港嘅旅客就隨之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有個半官方機構 Hong Kong Travel Association 就出現咗，喺1935年就成立咗。當時佢哋打響頭炮第一件事咧，就係做一本 handbook tagline 叫做 Riviera of the Orient。佢開始慢慢咧多啲圖畫喺入邊嘅，佢係會睇到個全景圖咁樣。香港嘅全景圖啦，佢個 design 好好睇嘅，就係呢度咧係個日景。然後講下有啲咩 building， 再打開下邊係有畫埋個夜景出嚟。海明威兩公婆可以話係中咗呢個宣傳策略。1941年香港淪陷之前，美國大文豪海明威同記者老婆經香港蜜月旅行，順便為美國雜誌報道亞洲戰況。佢哋首先入住咗當年中環最老派豪華嘅香港大酒店，但因為當時大量難民，老婆就喺郵寄埋怨。
市中心人聲嘈雜，又混雜水渠同舊衫嘅臭汗味，要搬到淺水灣酒店呢，海明威先氹得翻老婆開心。咁50年代係啱啦，就有韓戰啦，至到70年代有越戰，咁香港都係作為一個好重要嘅軍艦嚟香港補給站。上船嘅最基本需要就可能係買一啲東方特色或者中國特色嘅手信，到之後後期去邊度落 club 玩，即係其實越嚟越娛樂向。慢慢到60、70年代，即係啲印刷技術好咗，多啲圖案啊。我發現其實佢哋 show 嗰啲形象都係嚟嚟去去差唔多。虎豹別墅、維港帆船、天星小輪、珍寶，正正帶出嘅就係當時西方人眼中或者遊客眼中嘅形象。啲東方形象冇錯啦，睇落去係似一張 leaflet， 打開佢咧，其實係一張 poster 嚟嘅，將成個香港好 key 喺60年代嘅一個形象喺晒呢張打開嘅 poster 度。點解航空公司要整呢啲咧？貨佢嘅唔同嘅航點去介紹佢哋嘅好去處或者有咩好玩，去吸引多啲人去嗰個地方，從而可以帶動翻到佢哋嗰個 flight load 咁樣咯。到咗70、80年代，其實中國內地未開放，好多外國人都其實會去香港嘅邊境，譬如落馬洲望翻深圳，去究竟睇下內地究竟係一個點樣嘅狀況。所以戰後其實除咗我哋平時見到啲人力車啊，見到一啲霓虹燈之外，其實戰後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俾外國人嚟香港去窺探一下，究竟中國係一個點樣嘅生活同埋文化。由第一本旅遊書講建築基建，到80年代嘅繁華鬧市霓虹燈，香港印象嚟到2026年，又可以揾啲咩嚟做代表呢？皇馬，你哋識皇馬？皇馬12個坐我呢隻船，我唔知佢係打波嘅。哇 ，very handsome boy 啊！咁我就係講呢句，跟住我仔第日又鬧我啦。你第二腳俾佢簽名啊嘛！我話仔，你有冇禮貌啊？第二腳俾人簽啊！你嗰對波鞋啊咁啊！你知唔知咩人嚟㗎？咩人我唔知啊，不過好靚仔。